李阳、王泽林为台湾摕到第一枚金牌，有一间做面巾的厂商日前公开来话话，只要民众离奥运的现场，互保全没收到台湾印的面巾，就免费搁送一条。即卖因搁设计这新的镶金的款式，表示因两人连续摕到奥运2届的金牌。台湾印的 logo 详细甲看，甲过去生做无相共，那配色改变，佮有新的金色。台湾英文字母 I 顶悬嘛变成2个圆点，就是因为台湾羽毛球的男子双打林永培伫咧巴黎奥运摕到金牌。因为我们其实到最后一刻都在思考说，怎么样子的设计最直觉，然后也最有纪念意跟它的代表性。新的台湾印 logo 顶悬甲过去相比 ，I 顶悬有2个金色的圆点，就是代表林永培2连霸连续摕到2届奥运的金牌。嘛，正拄好新的 logo 就是发文台湾的意思。原本的台湾印的那个圆点改成2个金色的圆形，然后就是代表2个金牌的意思。那最有趣的事情是因为这次刚好是在法国巴黎嘛，那刚好台湾的法文也是 I 上面多2个点。这个新的 logo 毋那是印伫咧面巾、面顶衫、手巾啊，佮有宽布袋啊，拢有设计。林永培这个伫咧金牌战顺利摕到金牌，创下历史纪录。业者嘛伫咧推出相关的新商品，要纪念2个人为国争光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